他不缺钙。我们家闪闪079最近训练的时候老是心不在焉的，你快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你老问我他怎么了？你跟他朝夕相处，你应该比我了解他呀！啊？嘿，我又不是兽医。啊，对，你是不是兽医？而且他也不会说话，不能告诉你他怎么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别老怪别人心不在焉的。你先问问你自己，先问问你自己干什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雷闪闪，自己注意点儿。哎，你这说谁呢？有病吧你？你那出水芙蓉演得不错呀，啊，都快赶上芙蓉姐姐了。文赛俱乐部是测试智力的国际组织，在这个组织里边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特别纠结，因为好多人都把我当成花瓶，所以我就特别想要加入这个组织，这样就可以证明我很有内涵了。但是其实我真的有很多都不会耶。说来听听。啊，找到了。第一道题啊，一个经理呢有3个女儿，3个女儿的年龄加起来等于13，那他们的年龄乘起来呢等于经理自己的年龄。有一个下属知道经理自己的年龄，但是不能确定他3个女儿分别的年龄。但是这个经理说只有一个女儿的头发是黑的，然后这个下属立刻就知道了。请问这3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多少？3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2、2、9。因为只有一个是黑头发，说明她长大了，其余2个都小于3岁，她们的头发都是淡色。再结合经理的年龄，至少大于25岁，对吗？好棒啊！那我们一起来看第2道题。好。啊，你看啊，这道题的题目是有2根不均匀的香，香烧完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确定一段15分钟的时间？2根香同时点燃，